歡迎收睇一節風暴消息。副熱帶高壓脊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嘅天氣。本港方面，正午時分，新界多處氣溫上升至33度左右。喺正午12點，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喺馬尼拉以東約119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約20公里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。睇大船路徑圖，米克拉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105公里。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，表示部分工作環境下嘅熱壓力頗高，請採取適當嘅防暑措施。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，應該要注意防濕及中暑。現時氣溫30.8度，相對濕度70%。預測大致天晴，下午酷熱，吹和緩南至西南風。展望未來2-3日大致天晴，日間酷熱。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。副熱帶高壓脊會喺未來2-3日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及持續酷熱嘅天氣。隨住副熱帶高壓脊減弱及受廣闊低壓槽影響，本週後期華南有驟雨及雷暴。此外，熱帶船米克拉會喺明日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，並繼續增強，隨後大致移向台灣至琉球群島一帶。預測今日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嘅水平。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10，強度屬甚高。預測今日顯著降雨概率為低。今次嘅風暴消息報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